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8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7篇，传道书12章第1节到第8节，13节到14节，路加福音12章22节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勿操心。三峡教会正在建堂的当中，正如一般的教会建堂一样，教会并没有办法等到存款存够了再盖，因此在建堂的过程当中，教会的同工兄姐都感受到压力，这个压力大部分是来自财务上的，特别是在对于财务同工、财务长老对财务状况的操心是可以想见的。我们知道人的情绪，无论是喜、怒、哀、乐，无论是宽心或是操心，其实这些都是上帝给人特别的恩典。但是呢，同时耶稣基督又告诫门徒们，不要为了明天要吃什么而操心。吃什么、喝什么，其实是人最基本的需求，虽然非常的重要，但是如果一天到晚都在担心这种事情，其实这样的生命是非常的空虚的。传道书12章第1节到第8节，13节到14节，所罗门王的话这样来提到：要趁着年轻的时候，要记住你的创造主；趁着衰老的年日未到，你还没有说活着毫无意义，而太阳、月亮、星辰还没有失去光辉，雨后的云彩尚未消逝时，你要记住它。时候将到，你的手臂要发抖，强健的腿无力，你的牙齿只剩几颗，难以咀嚼。你的眼睛昏花，视线模糊不清，你的耳朵都聋了，听不见街上的吵闹，推磨或歌唱的声音你听不到，但麻雀初唱你就醒来。你怕上高处，走路也有危险。你的头发斑白，精力衰败，性欲断绝，再也不能挽回了。我们都向着最后的归宿地去，那时候街上将有哀嚎的声音。那时银链子断了，金灯台破碎了，井里的吊绳断了，水罐在井旁砸烂了。我们的身体将要归于尘土，我们的气息将归于赐生命的上帝。空虚，空虚，传道的说一切都是空虚，一切的话都说完了，总结一句：要敬畏上帝，谨守他的命令，因为这是人人应尽的义务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或者善或恶，连那最隐秘的事，上帝都要审判。耶稣基督劝勉门徒不要操心，因为上帝必定要看顾保守，赏赐人每日的需要，如同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主导文提到，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一样。因为上帝的眼中，我们是比天上的群鸟，比野地的百合都还要贵重，他必定会看顾赐福。路加福音12章22节到31节，耶稣基督的话这样的说道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：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活上的所需的食物，或是身上所穿的衣服操心。生命比食物贵重得多，身体比衣服贵重得多。看看那些乌鸦吧，它们不种不收，无仓无库，上帝尚且饲养他们，
你们比鸟儿贵重多了。你们当中谁又有谁可以借着忧虑多活几天呢？如果你们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，何必为其他的事操心呢？看看百合花怎样生长吧，它们既不工作又不缝衣。可是我告诉你们，甚至像所罗门王那样的荣华显赫，他的衣饰也比不上一朵野花那样的美丽。野地的花草今朝出现，明天枯萎，给扔在火炉里面焚烧。上帝还这样的打扮他们，他岂不要赐衣服给你们吗？你们信心太小了，所以你们不要挂虑要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这些事烦恼。这些事是世上不信的人所追逐的。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，你们要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，他就会把这一切供给你们。是的，我们相信的上帝，他是丰盛供应的上帝。诗篇127篇，要不是上主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工作就无效果；要不是上主守护城池，看守的人守卫都是徒劳。早起晚睡，为生活整天劳碌是枉然的，因为上主赐安眠给他所喜爱的人。儿女是上帝所赏赐的，子孙是他所赐给我们的福分。人在年轻时所生的儿子，就像战士手中的剑，剑袋装满了这种剑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啊！他在城门口跟仇敌争辩，不致失败。感谢上帝赐下丰盛的恩典，让我们不需要为了每天的饮食要穿什么而担忧操心，因为这一位恩典的上帝都为我们预备好了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